你看姊妹大家平安，咱来做伙吟今仔要学到的诗歌吼，请咱来献开圣诗132首，圣诗132首，欢喜救主最后，咱来吟第1节吼，咱来读第2节、第3节，搁煞来吟第4节，好，来。好，咱来先来吟第1节，这首咱拢真熟吼。这首的英文吼，以及原本的歌词吼是Bread of Heaven, Bread of Heaven, Feed me till I want no more。哦，那是翻成台语吼是天的美牛，天的美牛吼，饲我教我叫唔教。哦，迄是较有趣味的一个讲法，但是咱台语的翻译吼，翻译较文雅吼，所以求你应应有是我。好，咱来吟第3节吼，预备来。我
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先安静咱的心1分钟，也将你的手机关机吼。咱先安静咱的心，礼拜进行。即时开始咱的礼拜，大声请走啊！愿上帝怜悯阮，赐福阮，互伊的面照光阮，通互出世界知你的道路，万国中知你的救恩。上帝救恩是大，咱着欢喜，伊来作王。三角来吟诗，圣诗132首，圣诗132首，欢喜救主做王。
书读圣经来告白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基督玛利亚出世，伫本丢了了人来受苦，定是给死埋葬灵母。第三日对死人中倒啊，上天。打一个全能的父上帝大名，伊要回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信个共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倒我，永远的活命。阿免。请坐。这是咱来启应，今仔日要启应的是启文第9篇。圣诗的后面，启文第9篇，也是诗篇32篇。启文第9篇，过失得到赦免，罪过得到压砍的。耶和华无算伊有罪，伊的心无干柴的。我静静的时，我的骨头高达。我对你排列我的罪过。我讲，我要对耶和华承认我的过失。因为安尼，既然虔诚的人，伫通找着你的时，就记得你。你是我想你的所在。你要用得救的歌，四面为我。我要主目看你，来劝解你。地用马架姜，马着说，约束伊。歹人受侪侪苦难。任意人啊，就因为耶和华来欢喜快乐。这是咱做伙来祈祷。亲爱的天父，全能的上帝，阮感谢你。今仔日主日清早，阮自己伫你的面前来敬拜你、学了你。你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是永远活的。信实疼人的上帝，你的怜悯交远过伫天，你的信实直到万世代。当阮用心神甲诚实来敬拜你、学了你。主啊，阮感谢你过去一礼拜保守甲眷顾。虽然人生波动，有欢喜也有忧愁，总是你的手一直将阮牵条条，你的恩典随时对阮，互阮无欠缺。阮也感谢你拣选阮会当称做你的囝儿，伫主内无惊吓。主啊，阮即时也来到你的面前，求你赦免阮的过失。阮知影阮常常无忠心，讲话无温柔，心内有骄傲，有自私，有时冷淡，无关心别人。阮所思想的、所行的，拢有欠缺你。求你怜悯阮，赦免阮的罪过，用你的宝血洗清阮。互阮的心定心归向你，主啊，阮同心为着教会来祈祷，求你赐了合一的灵，互教会兄弟姊妹拢会当彼此相听，彼此包容，同心合意，服侍你。毋命是团体，事间也是传福音的代志，拢有主亲自来带领，带阮行伫你的旨意的中间，做水的见证。阮将今仔日的礼拜恭敬交托伫你的圣手，求你圣神来运行，对头到尾来掌权。无论是诗歌、圣经、祈祷、讲道，拢有你的同在。求你也甲尤牧师同在，互伊照真理讲出你的心意，也开阮众兄弟姊妹的心，互阮的心若亲像好土，完全吸收你的话语。这是阮来用主教是阮的祈祷文来祈祷。阮伫天日的父，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一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其实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
亲像阮俩下面无法的人，无得传伊的死，就去阮传的迄个歹，因为国、权力、因跟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免。这是咱要做伙来读圣经。今仔日所要读的圣经记载伫约书亚记17章14节到18节。约书亚记17章14节到18节，是伫台语的汉字本249页。约书亚记17章14节到18节，约瑟的子孙对约书亚讲：耶和华平时赐福阮，阮就诚做大族。你啥事干那用一口的份业，互阮做业啊？约书亚对因讲：恁若可能诚做大族，伊发现地对伫恁是较为细，就你通上去树拿，伫比利西人、以法因人的地，伫遐为家己来开垦。约瑟的子孙讲：迄个地无够业容阮阮。搁踮伫平阳的迦南人，就是踮伫伯先甲伊的乡舍，甲踮伫耶稣勒平阳的人，拢有铁车。约书亚对约瑟的家，就是以法莲甲玛拿西的人讲：你是大族，搁强盛，毋领一口的份业，山地也要归你。虽然是树拿，你也要通错伊的骨头也属于你。迦南人虽然有铁车，搁强盛，你也会赶因出去。圣经读到这，这时咱要请圣乐队传来敬拜。因今仔日要吟的诗是《你是我的一切》。吟诗说要请音牧师来讲道，伊的题目是“人生是公平的吗？”
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主，互咱搁经过一个大久的时间，兄弟姊妹三个围围伫上帝殿边来纪念主的名。今仔日一个特别的日子吼，虽然我们8月初8就是今仔日吼，但是咱提早庆祝父亲节，所以今仔日是父亲节特别的感恩礼拜。伫地面上，当然咱过上帝固守带领，咱一般的生活，总是咱无袂记得吼，咱是天国的子民，我们是天国的子民，咱是天国的子民，咱搁较需要亲像伫对面，亲像伫天灵的生活，伫对面亲像伫天灵的生活，所以其实咱就是咧准备预备心，来帮助咱兄弟姊妹伫地面上来锻炼，来过即个伫天灵的生活。感谢主吼，咱的礼拜渐渐兄弟姊妹进入即个状况，就是礼拜前吼，你原有要求麻烦兄弟姊妹安静1分钟啦。总是伫即个过程，敢若亲像可能是无输听对，有可能是咧祈祷的，祈祷的声，嘛是有时搁起起楚楚的声音。有时搁较要求即个好无？咱进入到上帝的殿面，咱会使礼拜进前会使细声讲话无要紧，无问题吼。总是咱用师傅咱讲安静1分钟的时阵，就请咱真正安静心。咱才会当期盼今仔日的礼拜，就敢若亲像咱一生中间咧期盼安怎伫地面上，咱亲像伫天灵的生活，咱咧期盼以后咱伫咧上帝国的过程，咱要安怎样来完成？所以由主来保守带领。今仔日我用即个题目，咱兄弟姊妹做伙来分享，透过今仔日是父亲节的主日，我相信伫遮每一位父亲表达我个人本身，也是咱兄弟姊妹，也是教会的敬意甲感谢。咱讲夫妇是家庭的调整，特别咱传统顶悬既有的印象就是讲父亲是厝内面的调整总是老师特别讲家庭是即个夫妇是家庭的即个调整。当然，咱知影以信仰的角度来看，上帝是咱一家之主。总是伫世间的生活，咱知即个父母也好，也是讲即个老爸也好，爱负起迄个咱讲厝内面的即个责任，点点付出，伫咱东方的即个传统虽讲咱看做一个老爸，时常就是即个咱讲无时常伫遐有话咧讲，但是用性命为着囡仔来铺路，我相信这是咱一般的家庭。所以即款的日子会临到，我相信每一位在座的父亲有真侪无共款的担当，伫咧咱的心上。今仔日庆祝父亲节，希望咱会感觉着讲无啥讲对不对？父亲节就会当吃大餐，父亲节嘛会当但是咱看一般社会来讲，父亲节母亲节套餐对不对？父亲节有无？有啦今仔厝里当伊我就煮食阮无顺利煮食煮一项较切操的，讲父亲节大餐安尼，佫有谐音梗对不对？父亲父亲你买物件，我父亲的父亲节就是父亲的安尼，所以这敢有公平？亲爱的弟兄们，咱两个囡仔细汉囡仔拢会讲，爸爸妈妈不公平啊！为什么？我囡仔甚至是咱即马成人佫同款有即个问题，所以咱思考一下，今仔日拄好讲即个题目嘛，拄好是父亲节，人生是公平的嘛，甲兄弟姊妹做阵来分享。开始进行，由愿请咱三甲来祈祷。仰望的主，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主，阮每一位兄弟姊妹伫世间的生活，拢有一位
父亲。感谢神的上帝，你帮助阮会当过伫世间的生活内面，家庭的生活，特别阮看到有侪的父亲真辛苦，一世人打拼，为着家庭，为着事业。主阮知，父母是你所应允创造的，互阮会当帮助阮伫阮的生活内面来见证上帝你的疼。总是有时，阮因为伫世间的生活、伫社会的生活，里头阮有侪受到公平的即件事的影响。主啊，由你怜悯阮，也帮助阮，感谢你的上帝，透过今仔日，阮伫遮来纪念阮在座每一位父亲，无论伫世间，无伫世间，阮的父亲，阮感谢你的上帝，你赏赐帮助阮有一个父亲来牵教阮、引带阮。主啊，阮知你就是一个大父亲，互阮会当伫主的疼内面来享受到即款的生活。恳求圣神甲阮三下伫地，帮助每一位兄弟姊妹，透过今仔日即个特别纪念的日子，互阮每一个兄弟姊妹拢会当做伙来用你的名，帮助阮来纪念少年阮的父亲。感恩求奉主的圣名，阿门。人生是公平的嘛，亲爱兄弟姊妹。好，即点就要甲兄弟姊妹来分享。咱可能拢会呐喊的电话讲，为什么只有一份？今仔日透过咱看到的即段经文，咱就通知影，咱看今仔日即段经文，约书亚记17章14节到18节，即段记载约瑟的家族，就是以法莲甲马拿西，对约书亚伫遐来诉苦啦，伫遐吐苦，讲为什么敢若互阮一口，一沟，迄香沟啊无，迄个沟，一沟，为什么互阮即个地呢？所以因伫迄段当时认为讲，我家己人济呢，安尼资源分配不均啊，资源不足，not fair， 不公平，不公平，无公平。所以即句话是毋是反映现在咱的心内面？为什么别人有的，我哪有？为什么伊有我哪有？有拄时啊，咱教会生活嘛是共款咱会听到兄弟姊妹走来甲牧师讲，还是甲长职讲，为什么我有伊无安尼？我无伊有安尼？我有伊无安尼？真侪无共款的代志，就走出来。所以，亲爱兄弟姊妹，为什么别人有我无？父亲节咱嘛会想到咱家己的老爸，或者是讲咱即马就是成做一个老爸，心内面嘛有可能伫遐咧发咧讲，有人安尼问，为什么我辛苦一世人，囡仔还是不懂事？佫有人问我，像款安尼拍拼努力，别人升迁啊，我安怎不风不落去？佫有人安尼讲，心内面会苦的，我无有背景，我无有人脉，人生真正公平吗？即个兄弟姊妹，这毋是现代人的问题。咱今仔日看到即段的经节嘛是共款，古代以色列人百姓嘛是共款。约瑟的后裔，伊认为讲，阮是贵族的血统，阮人多，阮里当应该分搁较侪的土地啦。所以因找约书亚来要安怎？争取公平，争取公平。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咱若继续，若搁较深入来思考即段经文背后的意义，这其实毋是一段咱讲控诉不公平即个结局，应该是咱后来来思考，是对即个埋怨、一直到承担的即个转化的一个故事，为埋怨一直到要来承担即个责任的一个故事。所以咱就先思考一件代志，第二点要甲兄弟姊妹分享的，咱思考一件代志。什么是公平好？什么是公平？
咱知影人的公平甲上帝的公平有共款无？咱来看圣经，咱就会当真清楚知影。所以，要甲兄弟姊妹分享的就是公平的感讲啦。上帝的公平无等于平均哦。咱知吼，上帝的公平不等于平均哦，上帝公平无等于平均。所以约书亚安怎甲因应答？伫第17章15节内面有讲到，说书恁会族即个庄主人多嫌以法莲的山地过细，恁会当去找啥？找即个比利时人这个利范因人迄个地，互因伫迄个树林内面伫遐安怎砍伐树木，伫迄个过程，意思就是啥？恁毋是人济吗？安尼就是去开拓属于恁家己的地业。恁感觉一段一口无够，安尼恁就去拍拼，去努力，搁安怎？搁开一段。亲爱的姊妹，遮咱有发现一件代志，就是这个属灵的关键的代志，就是上帝的公平，毋是甲上款的物件分予每一个人，是根据每一个人的能力、信心甲顺服，所以伫遐开拆无共款的祝福。所以换一句话来讲，毋是人拢共款一碗拢平等共款，是人人会双手共款，会当做出家己的饭。所以上帝毋是社会主义的分配者、分配者，上帝是呼召咱来承担行动的后辈的父亲。我讲一遍，上帝毋是社会主义的分配者，是呼召咱来承担甲行动的父亲。所以以法莲甲马纳西虽讲因得到一块地，但是因有满意无？圣经记载因无满意得到，因感觉无够，因感觉无公平。但是约书亚指出另外一条路，恁毋是无地，是恁无愿意去得到迄个地。今日因为咱咱若到教会说到60底年，咱搁2年了后，就要来纪念庆祝说到70年。咱来感谢上帝，咱有遮尔好的土地无百年。这个地本来是长高型的，后来有换地。若说书迄阵无换地，咱游园毋知要安怎样发展，所以咱会当思考即件代志。而且咱伫桥大迄个所在，阁有一片的土地，迄毋知翻几若岁啊！咱用咱人的脑筋头壳伫遐咧思考第二项的代志，咱就会当知影，咱若是好好来珍惜，好好做经营，我相信毋若是安尼啦。咱是毋是有好好经营？所以有拄时啊，咱会感觉人生无公平，是因为咱看到别人顶悬伊手顶悬的迄个结果，却无看到因后面伫遐安怎样努力打拼，对伫家己的手顶悬有真侪的机会。咱虽讲有，即使咱也无好好去经营，安尼就是枉费上帝互咱的恩赐。所以伫遮嘛勉励咱在座的父亲，咱是毋是时常嘛安尼来埋怨咱的人生的分配？工作太辛苦了，收入阁无济。囡仔无够乖，家庭无和谐，哇，侪的负面啦咱讲负面的思考想法，就一直起来。当咱伫厝内面咧生活的时阵，咧甲厝内面兄弟姊妹咱的亲情咧生活过生活的时阵，有拄时啊，难免迄个冲突若起来的时阵，咱就开始安尼来为负面的直直生气啊。伫教会嘛，咱嘛是共款。恁去哪会遮强？恁去哪会遮热？恁生活内面教会的生活遮垃圾哪会咱伫迄个过程中间，咱是毋是时常迄个负面的生活就起来，迄个无公平的生活就起来。
今仔日上帝要对咱讲的话，就是你毋是无得到，只是还未有去得到。第三，咱要甲兄弟姊妹分享，就是咱爱勇敢来承担，用信心去开拓拓展咱的产业。当约瑟的家族伫遐来回应讲，迄个山坡地容阮，阮无法度容阮，阮要住伫咧平原的迦南人就是住伫咧即个北线，甲属伫北线的城市，而且即个亚历斯平原的人，因看到因咧比较，开始咧比较，因拢有汽车呢，因拢开免的。那真好吼！有拄则咱看咱教会兄弟姊妹开来的车，逐种品牌拢有，对不对？有人就会安那咧想，即个开啥？即开啥？伊开啥？伊开啥？开始比较，开始落入迄个过程。所以其实迄个意思就是，即段的经文的意思就是，要有完的围墙，要有人关，有坚强的对敌。阮惊，阮无法度来独处啊，阮无法度，因为遐有啥？遐有悬的围墙，遐有难关，遐有困难，伫咧遐。但总是约书亚安怎讲？伊讲虽讲因是大族，嘛有大气力，恁不但要得到迄个山地，要搁甲对敌赶出去，因为恁要得到胜利，这是耶和华上帝应允的。所以约书亚并无有答应讲，好啦，互恁搁加一块地互恁啦，是指出讲恁有气力，恁就爱起来，爱有行动，就会当来得到。这就是今仔日要互所有的父亲一个鼓励，恁毋是无能力，是还未有起来行动。上帝看人的方式，毋是按照外在咧看，毋是按照过去的环境，是正着伊。是毋是愿意起来顺服上帝，愿意起来努力打拼来扩展？咱教会生活也就是安尼啊。咱拢靠说以前遮信仰的前辈留来，互咱真侪好的物件。总是咱是毋是有运用？感谢主开始咧重视，是毋是？咱开始精进精修。当然，咱有兄弟姊妹讲，牧师嘛是足期待会当见到。我相信这拢是方法甲目标，总是更较重要的是，咱的心是毋是会当有改变？亲爱兄弟姊妹，愿主来帮助咱。人生有公平无？实在在人看是有落差，对不对？但是上帝眼中，只要你肯行出去，只要咱肯行出去。就有新的产业为咱预备。迄个行出去，毋是离家出走吼，迄个行出去就是咱透过宣告，迄个行出去就是咱看到咱用人口来讲好，咱是毋是？你是毋是？所以今仔日的父亲节，互咱来思考一件事：上帝透过啥物款的产业？是家庭，是囝儿，是职场，或者是伫教会。咱是毋是因为感觉无公平，咱就先停落来，我爱为头一步，继续来跑走，还是愿意亲像约瑟的家族后来同款因来担起迄个责任，继续往前跑走。而且。特别纪念父亲节，所以牧师来用父亲的角色，就是毋是要求公平，是活出模样。咱小可做一寡调整，毋是要求公平，是活出迄个模样扮囝。咱回头转来看这个约书亚这个角色，伊也是约瑟，其实伊是约瑟支派的子孙，伊完全清楚知影因遮个时代的心情，遮个兄弟姊妹的心情。所以，伊无缀好伫遐来埋怨，是踮伫咧一个领袖的位置，伊鼓励因讲：你们可以的，恁会使，
因为恁是大族，恁是有大气力的，上帝帮助咱是有能力的。所以这就是父亲的角色，亲爱兄弟姊妹，父亲的角色就是无埋怨、无公平，是为着囡仔伫遐来做一个真水搁好的模样。这嘛要挑战咱每一位兄弟姊妹，包括牧师在内。父亲毋是生命的评论员，咱也知影，毋是生命的榜样模样。当囡仔感觉这个作业很困难，你讲会使，我来陪你。毋是讲紧写，袂写了紧写，毋是去。你可以的，我会当陪伴。当家庭拄着经济压力，你毋是倒写，是爱坚持工作。当夫妇迄个紧张性来的时阵，你选择了写，选择好好，毋是受气也离开。所以，咱每一位父亲其实拢是家庭的约束啊，毋是叫人分互咱搁较济，是靠主咱来徛起来，带着信心来去争取、去开拓、去安怎得地为业。所以最后结婚，要甲兄弟姊妹分享，上帝无偏袒的伊愿意乐意每一个愿意行动的人祝福。所以，亲爱兄弟姊妹，人生真正公平吗？人生真正公平。我想对人的眼光来看，无公平是常态，无公平就是咱时常拢会当看到有人会讲，甚至咱家己嘛安尼讲。迄个常态，有人出世伫富裕的家庭，有人安尼一路安尼真辛苦打拼，拢咧无结果。有人打拼过啊，嘛是佫失败。但是，亲爱的姊妹，对信仰的眼光来看，人生有另外一款的公平。上帝愿意来祝福，赏赐互愿意相信而且行动的人。所以今仔日的经文提醒咱三件代志。头一件代志，就是埋怨袂改变的命运，行动才会当进入产业。第二件代志，毋通只看到别人得到啥物，爱看到家己会当获得啥物。第三就是父亲的责任，就是做模样，做高类者，做得地为业的这个勇士。所以今仔日父亲节，我每一位父亲伫遮来砥砺虽讲咱毋是完美的，但是咱是上帝所呼召的领袖。愿咱无互人比较，无互无公平的情绪伫遐来绑条的，是起来征战、开拓，得到上帝为咱的后代所备办的这个产业。所以愿主祝福每一位在座的父亲，其实咱拢无孤单。主甲咱三角地地，就敢若亲像上帝甲约书亚地地共款，愿咱拢诚做无靠迄个埋怨，爱靠着啥信心，来得到上帝赏赐祝福的一个父亲。今仔日真特别的日子，所以牧师一个感动，邀请在座的父亲，咱三角起日咱。在座的父亲好，牧师为咱的父亲来祝福的祈祷，咱请咱的父亲来起立，在座已经做爸爸的或者是你身兼母职的身兼父职母亲身兼父职的嘛会使，请咱起立，就给咱三角伫遮牧师来祈祷，为着咱的父亲来祈祷，为着咱的父亲祈祷了后。我嘛邀请咱的父亲为着咱的囝儿来祈祷，咱的囝儿来祈祷，有一个我写一个这个文咱做阵来读等一下所以大先牧师先为着咱在座的每一位父亲祈祷，请咱三角来祈祷。听阮的主上帝，阮感谢你，赐予阮
有一个做父亲的身份甲调命，你交托父亲的权柄，要做厝内的带领者、保护者，甲你祝福的管道。主啊，愿奉主名来为着每一个父亲来祝祷，由你赏赐智慧、信心甲疼心，互在座的父亲拢有气力来面对生活的艰苦甲养饲囝儿4岁的重担。愿你的圣神引带带领，互阮会当调在调稳，做一个虔诚敬虔的父亲，做一个家庭属灵的模范。恳求你的上帝赏赐祝福阮在座的父亲，会当有即款的心志，持守你来求祷。感谢你的上帝，由你赏赐阮在座每一位父亲有勇壮的身躯，伫人生的每一个坎站，会当完成上帝你托付互阮父亲的责任。感恩恳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这个时阵，我邀请每一位在座的父亲，咱头一句啦吼，才有写讲吼，听阮的主，阮感谢你赏赐我的囝儿，某米人你念出来吼，所以等一下我会念阮囝的名，吼，啊你有通念阮囝的，吼，你念家己的囝吼，囝查某囝的名，吼，来念出来，吼，咱做阵而且为着咱的囝儿4岁来祈祷，咱做阵来读来，我读一句吼，咱这个父亲咱做阵来读吼，来咱大家来祈祷，为着咱的囝儿，咱的家庭来祈祷，听阮的主。我感谢你赏赐我的囝儿，听咱讲，伊是你所赏赐的宝贵产业，由你保守因一生行你的路，互因有敬畏你的心，困难的时阵有信心。做决定的时有智慧，伫世界中为主做光做盐，我搁用疼心、温润、真理来教育因，互因成做互你欢喜的囝子。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祷。阿门。好，请有缘听着，咱即摆教会有礼拜吼，咱即个互阮一个父亲，一个咖啡包吼，即个咖啡包将摕一盒吼，内面有5包，搁有制作即个相片吼，即相片是咱兄弟姊妹提供的吼，咱当然将伊美化一下吼，所以即咖啡包吼，开就会当啉吼。爱泡水吼，毋是安尼个吼，爱泡水吼，所以有无共款的吼，差不多咱拢有无共款的即个相片，所以2盒甲2盒中间无有可能有无共款的图片，无共款的图片送互咱每一位父亲吼，咱若摕到即个咖啡包吼，咱就坐落来吼，咱就坐来。搁一边咱是拍布仔，感谢咱在座所有的父亲，来请咱的同工来分吼。你摕到你就坐落来，摕到你就坐落来。各位父亲辛苦，万事舒服。就咱就是袂拍波啊！来感谢所有我们的姊妹、我们的父亲，关注舒服。这是咱做来吟诗回应上帝，献诗297首，献诗297首，
至大上帝愿你带我。这是咱来奉献，请刘成玉、林之清做伙来领奉献。伫咧报告的内省吼，咱毋知今仔日有新来第一摆来咱教会的兄弟姊妹无？那无咱即时来报告吼，请咱先归咱的周会内底面吼。
当天的事项以及聚会人数甲奉献，请咱大家来看就好吼。咱对本会消息来开始。第一，今仔日是父亲节的主日，咱特别为所有的爸爸吼来祝福，领受对主来的恩典甲鼓励。第二，今仔日下晡1点要召开定期的中职会，请相关的同工会当平办心来参加出席。第三，咱教会有要办一个培灵的特会，定伫8月17日，8月17号礼拜日，咱要做联合礼拜吼，用联合礼拜来举行。总共有2讲，第一讲是启动信心的祈祷。第二讲是上帝的灵，和上帝话进入心中。讲完是请叶启祥牧师，请兄弟会当专程参加，唔通中途来离开。迄日咱有备办简单的爱餐，请兄弟会当家己备办家己的餐具。第四，照教育局的学制吼，在校学生伫8月份就开始升另外一个年级啦吼，比如讲你1年升2年，即马8月份开始就是2年的学生啊吼。啊，咱教会的儿童、主日学小朋友，今仔日嘛是有要举办，要换到后一班的小小活动吼。啊，伫咱的班级有咧进行吼，学厅有咧进行。若准你有细囝吼，伫主日学的吼，会当特别吼来鼓励因参加主日学。第五，咱的教会嘛真重视青少年的信仰的教育吼。对8月份开始，咱要重新调整青少年的主日学，对象是针对国中生甲高中生。上课的时间吼，依然是每一礼拜的礼拜日下早9点半到11点开始吼，到11点啦吼。啊，地点伫201教室。咱请青少年会当平板心来参加吼。啊，今仔日嘛特别迄个名字新的人的活动吼。啊，请大家吼为着咱的青少年来祈祷吼，逐带牧师带咱祈祷，有为着咱的细囝的信仰嘛吼。啊，咱有带咱的细囝做啥物？做迄个小儿洗礼嘛。咱有伫咧上帝面前对上帝誓约，讲咱要想要甲咱的细囝带到信仰的面前。所以毋茫讲吼，咱爱会记起咱的誓约啦，对上帝誓约吼，毋是讲囡仔生出来了后，然后吼，咱就照世间的安方式吼来养饲吼，咱爱特别甲带来到教会，啊无有可能，我咧一直咧讲父母保存期限一过了吼，可能伊就离开教会吼，这真可惜吼。啊，暑假期间若准请家长留意咱关心咱的青少年吼的逐项活动吼，身心灵的健康。第六，咱教会的华语的查经吼，对顶回是参孙吼，参孙了吼，事书记吼进入一个讲，迄个当时无忘吼，逐人照伊家己的想法吼去做伊爱做的代志吼，啊，这安尼敢有较好吼。所以事书记的作者用伊接续来要用2个鸡排，蛋的鸡排甲便阿面的鸡排吼，一个北边的鸡排，一个南边的鸡排吼，要来记录因吼怎样吼自我为义啦，怎样吼，上面叫做迄个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任意而为的方法吼，啊，互以色列进入一个上界黑暗的时期吼。通过这2个鸡排的歹所行，上帝到底要甲咱讲啥物吼？这2个鸡排故事到底含咱有啥物款的关系吼？所以其实邀请主要是讲安尼是要邀请大家来参加咱的华语的新日的主日学啊吼，做伙来学习领受上帝的心意吼。啊，咱接下来这个主题吼，是伫咧8月初3、8月初10、8月24、9月初7、9月14吼，总共有5场吼，要来读这个故事吼，时间是10点到11点吼，请咱若准有时间的人会当来参加。第七，本教会附设的协会吼，定伫8月22到9月2日，每礼拜的拜5下早9点半到11点半，伫
2029年有一个读册会叫做寻见真我读书会啦吼，总共6个礼拜，毋是一直内容，总共6礼拜尔吼。这6礼拜会当互你寻见真我吼，的一个读书会吼，啊是要读的迄个册是叫做对圣经中从圣经中寻见真我啦吼。啊，我是感觉这个话题真正足重要吼，这读了会当知影上帝创造咱的意义伫倒位吼，这足重要，因为真侪人活伫这世间吼真久，嘛毋知影讲到底为虾米来活吼，所以爱真把握即届读册会吼，啊要来参加啦吼，爱家己买册吼，啊咱有帮忙订册吼，一本册是360块吼。啊，带咱读这本册人是林之清老师吼，请吴干事来报名吼，请吴干事来报名。咱今日扣10个哦，目前吼报名已经报名7个，所以剩3个吼。啊，特别甲老师讲吼，咱会当扣到12个无吼？啊，伊讲会当扣到12个，所以咱阁剩5个名了。这个课吼，当下一讲出来名，就已经报一半以上啦吼。所以如果咱若有想要吼了解咱家己，对圣经了解咱家己的款吼，爱把握即届的机会吼，听6礼拜的时间啦吼。特别兄这若准有车停伫个车道顶悬，请配合伫个礼拜了后吼，会当紧刷车吼，以方便迄个动线会当较流畅一点吼。礼拜后会当提醒兄这吼。恁会爱甲手机开机，咱头仔手机是关机，即摆手机开机吼，方便若准需要刷车的时阵，人会当向你联络吼。咱补充一点吼，第9点吼，教会附设的协会吼，办的夏令营已经伫顶礼拜完成吼。啊，想要同兄弟姊妹来分享吼，这5天以来吼，有啥物款的活动吼，啊，互咱大家知影讲，咱的夏令营是咧做啥物代志吼，请迄个播送这短片。
面命吼，其实是针对华侨学生吼，有这机会吼，看其他的毋是基督教的迄个囡仔吼、细囝吼，来分享信仰，互伊知影讲咱基督的信仰是啥物吼。特别这两单吼，今年旧年拢真特别吼，就是拄拢拄着风台拄着风台，家长就无上班嘛，有当时拄着风台，家长袂当参与伫咱的活动中间，所以阮的牧养的想法吼，就是讲连家长做伙牧养吼，所以有这个机会将这个福音传互咱社会的细囝以及因的家庭吼，这是这两单咱的夏令营特别的无共款的所在吼。以上吼，那接下来咱来看大道甲关怀。第一，请为着处理调用的兄弟马来金、柯玉、卢锦泉、李玉元、曾文德、杨玉珠、郑明霞、林林敏珠、徐建平来提到。第二，林丽英姊妹伫7月3日受主温调，并伫8月10日上午10点伫邦桥殡仪馆明孝厅来举行明孝厅来举行告别式，请为着遗族来代祷。第三，请为着谢维美姊妹代祷，伊8月初3要大年心脏要手术。第四，为着大年红粉展弟兄的妈妈。第五，请为着教会1楼礼拜堂甲3楼的礼拜堂检修维修奉献甲代祷。奉献部分，请咱家己来看，若有唔对的平台，请咱会计来订正。以上咱牧师要补充报告无咱来读今仔日的圣经。来根据约书亚记17章第17节，约书亚记17章17节，约书亚对约瑟的家，就是以色列人甲玛拿西的人讲：你是大族，佮忠心，有名日头会有名。这一遍好约书亚对约瑟的家，就是以色列人甲玛拿西的人讲：你是大族，佮忠心，有名日头会。这是咱来上言508首，天下万邦万国万民，因此说，请殷牧师来祝祷。甲咱每一位兄弟姊妹三甲弟弟，特别甲在座的父亲三甲弟弟，对即时一个永世来福真，阿免。列岛避讳，请等后走了，咱较做伙来行平安礼。